是，我们打不过。你刚才叫我未婚夫？小姐，别胡说，他只是个野蛮人，不想惹祸上身，就早点回山里去。野蛮人？哼！小姐，你看姑爷大老远飞来的，有话好好说，别闹别扭嘛。于叔，小姐，这件事还没完呢。戴欢死在了这里，这件事我瞒不住的。若是带家来追究，这蛮子出现的太过离奇，我们还是要先稳住他，再做准备啊。对了，大长老虽然骗我到这里，逼我嫁给戴家，但他没有提过元魂的事。他肯定不知道这些鲤鱼元魂可以融合成9星元魂的秘密。你务必通知一下，记住，别提戴欢的死，就说我们到的时候看到戴家的人抢了咱家元魂。那小姐好好招呼姑爷，我这就去禀告长老们。都是些老兵器，还说我是野蛮人。我得多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信息，就先从他嘴里教吧。哎，这该死的死，该走的走，只剩下你跟我了，我的未婚妻。你再乱说，我割了你的手！哎，我说这位大小姐，刚还口口声声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是你未婚夫。现在我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读一些情报。你凭什么？就凭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才是蚂蚱呢！没错，说蚂蚱太不严谨了。戴家势力比你家大，所以宋家要逼你联姻，充其量你就是个棋子。那个宋妍是吧？你想嫁到戴家吗？当然不想。对呀，那倒不如挑我进你家，当个挡箭牌。白简一30多岁优秀，怎么变年轻了？这是地图，也太简略了吧！这个宋字，莫非就是你们宋家？没错，想不到你一个蛮子还会看地图。那真是笑什么？我寻思着你家也就几十口人那种，谁想到还是个超级大家族。赚了，这宫门女婿赚翻了。你别一脸嫌弃的样子嘛，野蛮人没见过世面，你都担待。哼。哎，那戴家跟你家是死敌？不是。那为何如此欺负你们宋家？我们宋家发生一些事，所以……我看地图上有一片地儿没标名字。那里是千绝地。表小姐，这可不大合适啊！我们宋家收留个外人不是不行，可他这个蛮子，总要有个名头吧？他是我，是我未婚夫。表小姐，你疯了呀！这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这燕小姐什么时候有了个未婚夫啊？是啊，还是个蛮子呢。咱们宋家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，这怎么能弄个蛮子进来？够了！我寻什么样的未婚夫，还要请示管家大人吗？王生，跟我进来。哎，没意思。走了。哎，就这么就算了？就这样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这真是的，这。